平安，班赞罗哇，搞不好技术，即改造信息加固，即嘛公安农民收烧。再来一次哦，这个是每一次改造老师会向大家来问候的哦。再来一次哈，好不好？平安，班赞罗哇，搞不好技术，即改造信息加固，即嘛技术。很简单，刚才老师说，哇，班赞罗哇。你是什么身份？你就是阿美族的小朋友，对不对？或者是年轻人也好，嘎巴叫做年轻人，嘎巴好技术，哇哇的班长啊，嘎巴，老师也会这样子来问你哈。那我的名字叫嘎造，我叫嘎造行系哈，叫行系是老师的意思哦，我叫嘎造。那我刚才有问你哦。起码公安安农民说，还能够给说，对不对？我就说，那你的名字是谁呢？哦，阿美族的名字很多很多，所以如果你没有名字的话，赶快跟你的爸爸妈妈去问你的爸爸妈妈，或者是跟你的阿公阿嬷来问。嘿，好不好？就在这个时候，不是吗？下个礼拜不是有放长假？如果你有机会回家的话呢，你就可以问你的阿公有vai记遗书，多记vai遗书，今嘛公安的班在努马哥很长啦。哦，可以问他们说啊，我的阿美族的名字是什么，对不对？所以这个是好的机会。好，就在这里跟大家来说平安，嘎巴好记书，你还好吗？哈，这个是我们北部的阿美族的问法，就是说搞不好技术，可是你会有时候会听到别人说爱后，那个是南部的伊迪姆莱啊萨里嘎嘎，或者是说我们的南部的我们的家乡的人就会说爱后，但是我们北部的阿美都会说什么搞不好技术，那时候你就要回答说嗨搞巴嘎咕，嗨搞巴嘎咕。对不对？好，这是非常好的问候哦，所以不要忘记，我再问一次好不好？再问一次，我们多多的练习语言，就是要多听多说，而且不要不敢说，对不对？说错了再重新嘛，好不好？我再说一次哦，平安，嘎巴好技术，我就说鸡嘎造型是嘎咕，鸡嘛技术，那你可以回答说嘎巴嘎咕鸡。某某某嘎咕，好不好？就这样子了。好，今天呢，因为是跟大家来初次见面，那我就用我的方式来教大家我认为的好不好？那我觉得语文当中最重要就是如何来先学习。其实这个符号。就是所谓的符号，就是说你看到了那个字啊，你就知道要怎么发音怎么发音所以我觉得这还是蛮重要的。所以改造形系的第一个部分要跟大家一起来学习，就是母音的部分。那改造形系呢，我喜欢，因为我们的语言就是我们的符号五音哈努米达是两个音节加在一起，就是母音跟子音。好，我把它放成是这个样子，有没有看到？有一个妈妈抱着一个什么娃娃，有没有看到？一个妈妈，一个伊娜。抱着一个娃娃，所以呢，它通常阿美族的发音是两个字一个是母音，一个字就变成一个音节，所以它就怎么样？妈妈在后面，娃娃在哪里？在前面再讲一次哦，等于妈妈在后面，宝宝在哪里？在前面，就是伊娜在后面娃娃呢在前面，所以我觉得母音的学习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一起来学习好不好 ？OK， 好。其实阿美族的母音有5个，我们常常看见的，还有叫双母音的有2个当然阿美族的话很多很多，不过就是字母发音很多，我们慢慢来学习好不好这样像改造形系很笨呢，我要去参加考试的时候，我都要念20遍以上，我才敢去考试呢，才会在我的脑袋里。但是语言呢，我们常常使用它，不要限制于说2次、5次、10次，甚至于20次。你总有一天会学会，好不好？只要你喜欢。好，我们一开始我们就来先学习我们的母音，5个母音先学习5个母音等于是妈妈音。一开始呢，我们就先练这个字。有没有看到？这个是的音，的音的音。好，的音非常的简单就是英文字母的 A。好。那我们要练习我们可以看到有时候你们的笔记本上面
会有这三条的线哈，底下会有一个实线，上面会有虚线。这个为什么是非常重要的呢？以后就是你要书写的时候，你就写的会很漂亮啊。麻烦那个啊，那么说的多，叠的那么大。那我们字就会非常的漂亮，我们的字就非常的漂亮哦。我们要慢慢的练习，好不好？我们学习语言或者是学习任何的东西要有耐性，好不好？我们来先看，一起来学习。好，我看看，我就老师就先在白板上面来先画哈刚才不是讲了一个实线吗？哈，一个实线哦。好，然后再过来是虚线，对不对？一个虚线哦，有没有看得到哈？我再高一点好了，这样的话在镜头上也比较好，大家比较好看得到。好，我们再来画一次哦，哈，这非常的重要哦。好，我们先学这个5个母音，第一个母音叫做啊。好，我们来一起来学哦，学5次哦，学5次，好不好？来，你看。这边有3个，对不对？1格、2格、3格。我们要开始写的时候，就写在中间这一格。你看哦，我用红色的哦，你看哦。好，不会写的小朋友，更小的小朋友，我们可以这样子想哦：一个鸡蛋，然后呢，一个打勾勾，就变成什么？的音哦哈，英文字母是 A 嘛，对不对？我们在我们的阿美族的罗马拼音里面，这个叫做好，再来，我们写5次就会了哈。来1次哦，一个圈圈，打个勾，一个圈圈，好，打个勾。但是呢，每一次老师在学的时候，以前呢我在学英文的时候，我会一边写一边怎么样发音出来，就会。手用到，耳朵有用到，还有眼睛有用到，还有我们的头脑都有用到。好，还有几遍？还有2遍哦。再来一个，多不会骗，不会就多学1次更厉害。来会了吗？好，没关系。好，我们再学第2个字，第2个字哦。好，我们应该是把这个拉过来一点。好，来过来一点。好，因为我们要学5个嘛，好，要学5个哦。好，第2个字呢，里面这个字叫再来一次好，来。看呢，一样写在这里哦。好，你看到其实改造老师改造形式非常建议大家学语言就是这样，你用各种的方法来自己用自己的方法来知道，一看到那个字就知道要发什么音发什么音。所以以前我在学英文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就是不管怎么样用尽任何的方法来提醒自己这个字是怎么发音，好不好好，我刚才忘记跟大家讲，我再补充一下好不好？刚才的话这个的音好像我们以前学过的不是说以前，就我们学过的注音符号的什么对不对？就把它写起来原来这个字我一看到以后我就叫它就知道它是的发音。那这个呢是的发音，注音符号的的发音好不好好，一样，老师跟你一起学5遍。好，来，知道都要写在最中间就好像我们刚才的一个鸡蛋里面的一半你看看还有2次，最后1次会了我就知道你很聪明，好，还有几个字，还有3个字好，我们先把这个放掉，划掉，好，来，下一个字非常的简单，下一个字非常非常的简单，叫什么？好，很简单这个就是我们刚才也是一样，要写在中间要写在中间然后这上面有什么？有一个点，对不对？这个点就刚好写在哪里？
这个线的上面，那个点有没有？就写在这个线的上面哦，就会变成这样平均嘛哈。如果是写起来的话，很漂亮哦哈。我们一样，这个字的注音符号就是一的音。好，我们学5遍哦，来一。哎，很简单。好，再来我们学第四个音啊，第4个音。好，像鸡蛋一样，o 的音，看到老师的嘴巴，o，好，很简单，就是中间正中间的一个地方，有没有看到？像一个鸡蛋一样，因为那个注音符号叫什么？这个 o 的音啊，有没有 ？OK， 很简单，对不对？我们写5遍第5遍喽。你看，所以继续练，1天不够，练2天呢，好不好？好，已经5个喽。好，然后呢，再过来我们来学的是这个字，叫做有没有看到？撇下来，或者是说，我通常不会这样子，我通常会是这样子，然后呢，再把它勾起来。这个是我的写法哈，以前的写法哈，再教一下小朋友了。好，再来哦，好，不要急，哈哈哈。好，这等一下我们还有其他2个字要学的哈。好，来，多少？5，然后打勾。好，来学5遍哦，来，然后勾5。然后打勾再过来哦再过来哦最后一次哦，这个打勾哈，然后打勾会了嘛哈，对不对？非常棒。其实还有2个母音，双母音，你可以看到这个都是多少字？1个字，对不对？1个字。现在我们来学另外一个，就是双母音。双母音哦，好，老师先写在上面，好不好？好，把造型器先写在上面哈。好，这个是 A， 不是，这2个字。教大家怎么写，一样在中间哈，一样在中间哦，好，还不够，好，来再来多一点点，好，这个字呢，念嗷，一样哦，怎么写？我们写5次哦。刚才老师讲了一个鸡蛋，然后怎么样？打勾，但是呢，这里要你记一点，2次喽，第3次，第4次哦，还记不得刚才老师问候大家搞不好技术有没有？好的音就是这个音哦。好，已经写了5个，对不对？好，再学一个好不好？哇，今天有7个哈，7个。这个有5个是单字的双母音，有1个字的是单母音嘛，对不对？好，有个这2个的叫做双母音。OK， 好，双母音哈，我们学会喽。好，学会当中的双母音的当中的一个。好，我们另外一个呢？为什么现在可以看到？大家也可以看得到，为什么要有这3条线？我们就可以知道，当我们在写的时候会很整齐，会很漂亮。你看到，看老师怎么写，来看到 A， 有没有看到 Y 尾巴下来？有没有看到？尾巴下来哦。好，
可以。好，我再写在这上面，写清楚一点好了，好不好？好，怎么写这 ay 叫 I 的哈？你看看哦。好，这个字叫 I， 有没有看到 R 加一个 Y， 对不对？叫什么 I？A 跟 Y 这样加一起叫 I， 好，就写在这里哦。来念 I 的音 ，I 的音哦。好，我一样，老师跟你一起学，好，学 I。这个 I 哦 ，I 哦，好厉害！今天我们就学会了多少？嘿，5个字啊，7个字。刚才老师也在讲啊，嘎巴好技术，或者是说娃娃努班扎，即嘎造型是嘎高。起码给收，起码公安都没收，因为是这样子哈，我也在讲哦，老师跟学生之间是好朋友，多认识，多讲几次，多见面，就会成为好朋友。而且呢，我也希望我们的小朋友或者是我们的傻里嘎嘎学语言要懂得开口，阿嘎刚我都错了，你就问老师嘛，对不对？这老师就会跟你怎么样，从讲话当中就会慢慢的告诉你怎么说，好不好？不要害怕学语言哈，那已经告诉大家这个7个音来跟大家来怎么样来教导大家。好，那一样就是说，我觉得我们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我希望每一次呢，我相信每一位老师的特色。这个时候呢，我来教大家一个原住民的掌声。我们刚才不是讲了，我们有7个字，我们今天学会了，对不对啊？我们说鼓掌。好没意思哦，对不对？好不好？我们来学一个原住民的掌声啊！每一次跟老师上课，跟嘎造老师上课的时候，跟嘎造信息上课的时候，我一定说掌声鼓励，或者是说我们的原住民的掌声的时候，我们就一起来做，好不好？好，原住民的掌声，呵，嘿啦呼，有没有看到我的脚抬起来了？再来一次哦！原住民的掌声，嘿啦呼 ，OK， 脚要抬起来，好，这个是为我们自己的鼓励，我们学会了这个7个字母哈。那一样，我们刚才已经看到了，老师，嘎造型系，你刚才不是说有妈妈音，那孩子音呢？孩子音呢就是子音哈，就是子音，妈妈音跟子音哈。所以呢，我不特别的教大家这个子音，我们从实际的上面。我们一起来练习这些的我们的发音好不好？因为妈妈很重要嘛，抱着娃娃哈，咪阿布娃娃抱着你，那妈妈很重要。那前面的我们就慢慢学，好不好？哈，跟着我们一起就会，就是说我们按照课本，我们从实际的练习当中来学习子音。好，那我就留下来这个。我希望大家如果有课本的话呢，有课本的话呢，我选用的是这个1、2、3年级的南市阿美的这个课本的教材哈，课本的教材，我们来学习我们的身体的这个部分哈，用身体哈，就是我们常常看见的这个，我们常常可以看到的，每天早上要刷牙，对不对？会看到我们的脸看到的脸，我们从我们的脸这个地方。来开始学习子音跟母音，还有很重要的一些事情，好不好？哈，很重要的一个学习哈，单字算是单字的学习。好，我先把这个擦掉哦，好，一半的擦掉，好，我把这个放在底下，好不好？哈，好，刚才我们学习到了，这个叫乌，对不对？这个念凹，这个念矮，对不对？好，开始我看到这个图案有没有？有没有看到这个图案？这是什么这里讲到说我们的什么？我们的头有没有看到？头这个头头板扎的名，它板扎叫做党啊的，叫党啊的。好，打啊的。
你就可以看到了有母音跟什么？跟子音。这个头哈，我们的头档案都没打好档案，有没有看到母音在哪里？在这里，有没有看到？好，有没有看到？有没有看到这个？哎，所以刚才老师不是讲吗？哎，这个妈妈呢要抱着小孩子，有没有看到？妈妈要抱着小孩子，所以这个是妈妈，对不对？这个 A， 这个 R 哈，这个 R， 这个 R 是妈妈，这前面就是娃娃，对不对？刚才老师不是在讲班战娃娃，好，对不对？娃娃，这是娃娃在前面，所以这个两个字怎么样？要念在一起。好，后面的呢也是一样，这个两个字要什么？念在一起。好，这是第三个音节了，好，对不对？所以这个念什么？特的音，好，写起来哦。我就喜欢用注音符号也没关系，叫这个是特的音，这个是啊的音，特啊哒，他哒哒的啊哒哒，这个念的音哈，的音好，这个是的音，哒的。了的音，这个是 L 是了的音，好，了的音哦，哒了头打了哈，这是这个是这样子来搭配的哦。好，这是这样来搭配的，打了哈，打了哦。我们学会了头，对不对？我们第二个，我们来看看的是什么？我们的头发，每天要洗的头发。好，头发好，这个其实是在我们的教科书的第73页，第73页哈。好，我们今天一样哈，就是先学会眼睛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是我们的面部哈，面部的一些的说法哈。还刚才是讲到档案，我们刚才讲到我们的头发叫五个好，五个是那么大哦，好，你有看到这个念 f 的音，所以刚才不是五，对不对？乌的音，这念哥哥的哥，这念什么？好，要五，这里是母音，对不对？这个是母音，对不对？叫这两个连在一起，这两个字连在一起，这个是尾巴，所以叫 vugus。再来一次 ，vu vu g gus vu 好 vu g vugus 好，再来一个哦，我们再来两个好了，好不好哈？眼睛，我们的眼睛好，眼睛叫马大，好马大，眼睛，好，这是的音，看到的音，妈妈的那个的音哈，妈妈的妈，这个念啊，注音符号妈。一样，这个念大，叫做马大，有没有看到？这两个是什么？母音，都是母音哦。马大，眼睛，我们的眼睛，好，眼睛，好。那我们再看一个哦，就是我们的手因为我们有念到今天的有这个双母音双母音，这个手呢，我们就叫做嘎。麦有没有？这是念啊，刚才不是也跟大家教过大家的吗？这个是念科的音，歌的音，这个是念啊，这是的音，这是念用错笔了，大家看了的音，这是 I， 有没有？赶麦就是熟了。好，熟了哦，这个是手哦，这个是手再来一次，我们一起来念这两个音，你们看到这是妈妈音，对不对？这是妈妈音啊，这是 I， 所以要这两个字是什么？连在一起的哦，这个两个字是连在一起的哦，所以是赶麦手刚才不是有一个凹的音吗？
一样，刚才老师有在讲哦，造型系有在讲，几嘛技术，嘎巴好技术，好，你看，嘎巴好技术，嘿，有没有看到？我们来看看，我们来一起来学习，我们一起来学习哪一个是母音？来，我们一起来画，一起来画，哎。哦，原来这个是什么？哦，母音。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来配合音呢？就是这两个字，好，这是等于一个字音哦，一个音喽。这个字好，一个字哦。好，你看看哦，来，哥啊嘎巴，这是念呵的音。好，这是念呵的音。哦。这个念 P 的音，嘎巴，好嘎巴，这个好，刚才不是一个呵吗的音？这个念什么？凹嘎巴好，格一 G， 这是一的音，对不对？嘎巴好 G S 诗的音，哦 so 哦，嘎巴好 G so。嘎巴好比说啊，都学过了。你看看这7个字音，这个5个单母音，还有2个的双母音。嘿，我觉得我们大家很厉害哈。一样，我最后的时候要说过，我们要结束今天之前呢，我们来学习，再复习一次原住民的掌声，也为我们今天认真的学习来给自己掌声鼓励，好不好？好，来，原住民的掌声，呵，呼啦呼，再来一次原住民的掌声。